咁今日咧，我咧就嚟到呢個上葡京綜合度假村咧。咁咧，我呢一度咧就見到咧，我呢一度咧就係相信一齊嚟緊將會喺1月4號舉辦嘅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咁將會就喺度舉行啦。咁我喺2年前都嚟過啦，當時咧我就嚟到呢度。咁今次仲見到呢度咧係有好多明星嘅一啲牌啦。首先介紹下最佳男主角10強陳豪合衣。最佳女主角10強張曦雯合衣，最佳女主角10強宣萱巨塔之後，我今年都有睇佢，我覺得係非常之出色嘅做得，而我本人都有投宣萱董一言呢個角色一票。最佳男主角10強陳展鵬巨塔之後，戴德橋呢個角色。最佳女主角10強陳偉方恩呢一個角色巨塔之後，而呢一邊呢，我哋就見到最佳女主角10強陳曉華嘅金色森林，最佳男主角10強郭晉安金色森林，係呢一個佢兩個做兩公婆嘅一套台劇。最佳男主角10強今年嘅大熱羅子仁金色森林，飾演高深一個角色。最佳女主角10強呢一套劇我都有睇嘅，執法者們蔡潔嘅。仲有最佳男主角10強馬國明嘅執法者們。大家好，咁我身後呢一度咧就係咧上葡京綜藝館啦。咁咧我啱啱喺網上面查證過啦，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咧，將會1月4號喺上葡京綜藝館度咧隆重舉行啦。咁我身後呢一度咧就係呢個上葡京綜藝館啦。咁呢一度咧當日咧就會咧頒發超過14個獎項嘅。首先最佳女主角，我預測嘅最後5強有宣萱巨塔之後，陳偉巨塔之後，陳曉華金色森林，佘詩曼新聞女王兒，仲有李思華新聞女王兒。預測最佳男主角嘅最後5強，林保怡刑偵12，陳豪合衣，郭晉安金色森林，羅子仁金色森林，黃宗澤新聞女王兒。呢個就我預測嘅最佳男主角最後5強，仲有最佳劇集我本人預測嘅最後5強，奪命提示、刑偵12、巨塔之後、金色森林、新聞女王兒。咁呢個咧就係我本人預測嘅最後5強名單啦。咁我喺度都分享下我自己嘅投票名單，有3個選擇嘅。咁首先最佳女主角我就投咗宣萱巨塔之後、陳偉巨塔之後，同埋佘詩曼新聞女王兒。而最佳男主角我就投咗呢個張振朗奪命提示、林保怡刑偵12、黃宗澤新聞女王兒嘅。而最佳劇集咧，我就投咗呢一個咧麻雀樂團巨塔之後新聞女王兒嘅。咁咧當日咧，我哋咧就會可以喺呢一個咧上葡京綜藝館度咧隆重奉獻俾大家呢個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好啦，咁我而家咧下面身處向呢一度咧就係咧我上葡京綜合度假村嘅東翼大堂啦。咁當日5點半至6點半咧就會喺一度呈現呢個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嘅紅地氈啦。咁當日會有好多明星啊 artist 咧着上呢個咧晚裝咧就會向大家咧去展示佢嘅隆重登場啦。咁咧我哋當然大家都好期待啦。咁我今年咧我都好高興咧睇咗好多嘅劇集啦，例如有我家之開心速遞啦、奪命提示啦、執法者們、麻雀樂團巨塔之後就新聞女王兒等等等等，好高興啦！咁希望我哋大家一齊喺電視呢度睇一個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